不过过几代红婴仔唔知啥原因死亡，警方表示伊无住有风车，爸母嘛无固定的住所，检方介入调查。那边也要单挑赖总统，不过就需要3分2的立委决议通过，也那大法官同意人数上无就爱9个人。屏东东龙宫文武千岁圣诞宫庙为着要让这信众欢喜，传580斤的乌鱼子，让大家食一个清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19中昼新闻，我是麦尚莹。先来关心的是，这台南的竟然发生一宗5个月大红婴仔死亡的案件。这警方是伫新市一个大牌内底去找到伊的尸体。根据了解，伊的爸母呢是无带囡仔去住有风车，而且嘛无固定的住所。即马社政单位甲立管了后，是交予警政单位来倒找，想要到昨暗竟然传出不幸的消息。即马检方已经介入调查。登去事故现场，新市某一个大牌，才当是警方找到查甫红婴仔尸体所在。但警方调查，这个查甫红婴仔出事了后，无依照规定住一表，加上爸母无固定的住所，社政单位真侪该找无人。今年10月，互人立管交予警政单位去倒找，到18暗时，总算找到囡仔的爸母，不过已经无看到红婴仔。就2、3层都是都在包着。就是他们要监视过，看不出来了，已经都黑黑的了。对，放很久了，应该是2、3个月，在桥下2、3个月。后续的部分，家访中心持续与警方密切合作，然后指派儿保社工协助配合收集相关施证，并依法提起独立告诉，确保儿少权益。根据了解，这个囡仔的爸母经济上较弱势，拄开始无法度甲红婴仔好好照顾，后社政单位列做是脆弱家庭案件，由社福中心社工追踪关怀，嘛提供饲囡仔指导，初期状况算稳定。后来因搬出失联，社会局主动请警政单位去调查，一直到最近才有美角。后续若父母已有违反儿权法第49条情事，社会局会依102条进行裁处。另社福中心还是会协助相关的丧葬家庭需求的服务。本案已经报请台南地方检察署全力侦办。拄开始，这个爸母无要讲红婴仔伫倒位，后来成立因囝已经过身，到底是疏忽照顾，也是牵涉到其他原因才死亡，就爱搁等相关单位调查。台南地检署已经指定检察官指挥侦办，后续会以检方验尸结果，启动相关保护甲处置机制。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再来看昨暗7点半的时阵，地牛冰身啊，这是发生伫花莲，规模有5.1，深度是31.6公里。上大震度是伫花莲盐寮是有4级。也那气象署是提示讲，这未来3天以来有可能阁会出现这地动尾，所以提醒民众都要注意。天崩坠落来的物件摇来海去，手机还阁传来国家级的警报，车库内底的车辆震动海。12月18暗时7点32分，花莲规模5.1的地动，上大的震度4级就伫花莲。气象署指出，震央是伫花莲县政府东北边18.3公里的所在，也就是花莲近海，深度31.6公里。宜兰县震度3级，南投、桃园、新竹县市、彰化市是2级，台中、台东、苗栗、台北等县市是1级。在盐寮这边，它的4级其实大概只有持续大概3秒，因为它要达到国家级警报发布的标准，所以我们有针对花莲县的部分发布国家级警报。菲律宾板块跟阿尔道板块碰上挤压，而且是一个转弯交界的地方。有地震有感觉到吗？骑脚车是没有感觉到。在地民众反应无啥共款，有的因为当日无用，所以无啥感觉；也有人认为讲对花莲人来讲，这届地动犹阁算小的。气象署指出，以这届地动震央的地点来看，过去自1990年统计到今，拢总有20届规模5以上的地动。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地震好发的一个区域所以经常会发生规模比较大的地震。那在预期后续的活动方面，可能不排除在未来3天还有规模4.5到5的这个地震发生。加在这届地动，各县市并无传出灾情，气象署呼吁民众未来几天要着保持警觉，因为随时有可能会发生地动尾。记者综合报道。好，即马为着要来配合2025年净零碳排的目标，渔业署呢是规划要伫宜兰的头城乌石港，也阁有基隆的八斗仔渔港，要来按设备用海涌来发电。也毋过伫头城即搭所设的这地点呢，是有渔民是烦恼讲，若阵风台来，安尼这设备毋但会互扣歹去，也会影响到渔船的出入，而且呢涂沙嘛会愈积愈济。也那渔业署是表示讲，会继续甲当地来沟通。
宜兰乌石港港翠一级爆发附近是渔船重要出入口，按过渔业署规划，要透过桥箱伫外边离岸300公尺，差不多4.2公顷的水域，设波浪形发电设施，让渔民是真烦恼。好像我们这边乌石港被当那个白老鼠，因为好几年前我们有他们好像有设置那个风电，有一个。设在乌石港那边啊，然后一次台风来的话，就全部什么都没有。渔民认为目前国内也无渔港设波浪形设备，乌石港不应该做变鸟子，因为这除了东北季风、热天也常常风台。那设备因为风台损坏阻碍航路，会严重冲击渔民作业。爆发向外引擎设施，由海流拿海沙，加速渔港它的问题。所以说，假如说一定要来执行这个波浪能发电的话，是不是就是要请多来跟我们在地的渔民沟通。渔会也表示，会甲渔民协作会，渔业署应该充分回应渔民的记录，佮提出详细的回归机制。根据渔业署规划，波浪形设备除了乌石港，基隆北岛渔港也是示范点。发展特点除了响应渔港电力沿降低第三品化他者。方便外销甲国际，目前有利化设甲换气性两种，会透过意见收集，了解设置几种模式对渔民作业影响详细。那也是希望能够跟渔民沟通完，看看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案来推动这个绿能的设施。渔业署最近针对这案件，伫地方开说明会收集意见，针对渔民的记录表示会继续沟通。县政府指出，目前这就上限也在沟通阶段，无实施的时间。县政府乐见绿能发展，按过希望渔业署甲渔民充分沟通了后，佮提出上好的就上方案。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通报这家人的议员的讲暖暖溪拢是泡，所以台水公司是随来停止抽水。也若环保局是去现场来检测，初步判断的是无验到重金属的。也若这环保局也来建议水公司会当换抽水口，确保用水的安全。这也是暖暖溪呢基隆河的支流，现在可以看到河面上已经布设了一条拦油索，水质看起来也相当干净。不过呢，在早上6点半左右，有民众通报河面是布满了泡沫。规个河面拢正坡，有几10公尺长，那亲像规大片雪嵌伫河面。透早6点半，接到民众通报，H 议员连运电，随赶到现场。伊讲11月27油污染事件都无过偌久，竟然还有人敢伫短时间内排放污染。事情在风头上面，那怎么有人这么白目啊？反正水库的水还没有能够来之前，那我们这个上游的部分更要加强来取缔。初步研判，这泡是为河水排水管出来，连议员都讲这毋是头一届。环保局校正了后，随有查有数，研判泡是为暖暖溪汇集的生活垃圾水排出来。初步检测，水质无油污染，嘛无重金属。不过，确实污染源还搁伫调查。是不是社区的消防设备坏掉，还是说洗车业？但是我们沿线稽查目前都没有发生这个状况。现在还在查。八斗抽水站外下晡看到水闸门凊悬，互基隆河水排到水尾。台水公司讲，知影有污染，遂停止为基隆河出水，改由新山水库供水。目前检测水质拢伫正常的范围。目前是供水是安全的。我们抽水站附近的这个水池先做检验采样的检验。那如果符合这个水源水质标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才会继续来抽取基隆河的水源。这届污染地点离抽水站更较近，敢若1.3公里。确实污染成分，环保局表示爱搁进一步检验。面对污染这么多，环保局认为时代变化，基隆河即马流经过人口正密的所在，也搁有工厂区，建请水公司评估改换出水口的所在，确保用水的安全。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另外来看，这嘉义市林心西路呢，目前是当咧做这人行道改善的工程。不过，所有民众骑乌托邦经过时阵呢，去弄到这护栏，规个人全安尼车链道，加在后壁的车是无搁再弄起哩。那市政府公务处是表示讲，会请厂商来加强这护栏的警示，嘛请民众一定都要注意安全。嘉义市连接车站文化路的林心西路，即马当咧进行人行道的工程。前几天有民众的行车记录器翕到，有一台机车伫这个路段向去弄到边仔施工的护栏，人车拢摔入涂骹，加载后壁车辆无搁弄去。我都要执行的，唔知影那种执行来去摕到护栏啊，可能防尘啊，是安那的款。工地主任表示，影片戏的迄天是礼拜，现场无施工，所以嘛无工作人员，对方嘛无报警，代志发生的原因无法度确定。
家己是政府公务处表示，这个工程除了外口的护栏以外，内底嘛有护栏行的临时步道，都有按照交通维持计划内容来进行，呼吁民众经过要特别注意。在外侧护栏的部分的话，我们也会请相关的施工厂商加强护栏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警示的部分。迄天当事人弄着了后就离开，警方甲消防事后有到现场，嘛联络着当事人，当事人讲无要报案。警方表示，这个施工的路段内底有留互人行的所在，所以机车的车道有较矮，赛车、骑车经过这个路段，车速唔通上紧，以免发生意外。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新竹县的动保署呢，伫今年9月的时阵去查到一间非法的猫仔的探种场，拢总是救出35只的猫仔。即马经过照护甲治疗，其中有29只呢已经伫完成法定听诉了后，今仔日开放予一般民众来领养。希望伫过年进前会当帮因找到新的主人。好棒！大大粒的目睭实在真古锥，这个猫仔过去拢因为破病、健康出问题，经过动保署照顾了后，即马已经恢复健康。因为这个猫仔拢是公猫，以目前外面的市价，大家拢爱5万至10万。拜五透早开放领养，就请900人来登记。开心啊，比中乐透还开心。我本来就有一只了，对，然后就是有想说再给它一个伴。我是因为这个品种很亲人，所以就是才考虑就是来这一次参加这次活动。这摆拢总开放29只猫仔，予民众领养。动保署指出，除了用抽签以外，领养的人需要通过饲养的知识测验才有资格，要确认新主人有相关知识甲责任。考试的项目大概有包含对于动物保护法的一个基本的观念，然后还有有没有多重防伪猫咪在饮食上面的一个限制，还有猫咪如果生病了，它后续的一些医疗，它在我们饲主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认知。认养回去之后，我们都是会透过一个不定期的电话访查，或者是到家访，来确保猫咪的一个生活环境。未来动保署也无定期追踪查核，确保猫仔拢有得到好的照顾。动保署表示，无抽到签的民众嘛莫失望。动保署内底有足侪古锥的狗仔甲猫仔，也需要民众做伙关心，甲因带登去饲。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政治界消息来关心的是，这中共呢是直直咧侵了台海，昨咱又搁查到4只中国来的海警船，因是编队照白咧安尼驶入咱金门的限制水域，互海巡署甲因强制赶走。中国海警船146动5，这里是中华民国海巡署 PB100拐山艇广播。你未经许可进入我方水域，你的行动已影响我国海域秩序及安全，请立即转向，尽速离开我方水域，否则我船将依法采取必要行动。看到这中国的海警船呢是安尼起无空，而且态度愈来愈恶质，咱的巡防艇呢步步逼越过来阻挡对方侵门大户，而且也公布甲因管负载。海巡署呢是强调讲，这中国对咱普色地带这骚扰呢已经愈来愈严重，这也严重破坏着区域的和平甲稳定。除了谴责以外，也强化监测的手段，掌握这中国船的动态，要来捍卫咱海域的安全。另外来关心的是，这行政院长杜英台唔负诉这新版的在违法，总统是全力来消停。也那边也立委呢是正式宣布要来弹劾赖清德。总统府回应讲呢，在野党这款动作拄好来证明讲立法院是会当制衡总统，所以总统并无滥权的问题。也那这弹劾案要成立，要得需要2/3的立委决议通过，而且大法官同意人数也必须得爱9个人以上。赖清德下台！大声话口号，国民党甲民进党立委19早起伫立法院议场门口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正式提案弹劾总统赖清德，搁展开全国的公听会。台河为宪总统，守护台湾民主。那被立委做伙批评赖总统和行政院长杜英台对国会通过的法律案无附属、无公告、无执行，行为已经是毁坏民主宪政。那提出弹劾案，搁要求赖总统到国会说明。总统可以借由不公布法律，使得国会3读通过的法律形同具文，我们的民主宪政即此崩坏。赖清德已经称帝，赖清德
已经完全不在乎全国的民意，国会已经没有办法来监督这个总统，这个怪兽的总统。根据总统弹劾案的流程，要由立法院全体立委一半提议，2/3决议通过，再送到宪法法庭审理。参与评议大法官袂使比10个人较少，乃是大法官现有总额2/3同意，而且同意人数袂使比9个人较少，弹劾案就成立，比弹劾人面临改制。在野党所采取的这2项大动作，其实恰恰好足以证明，在宪法上，立法院是有手段可以对行政院长和总统进行制衡的。那么，这没有所谓行政滥权这件事。那宪法法庭已经在去年由国众联手2修宪诉法，造成法庭的瘫痪。宪法法庭既然无法运作，那立法院要如何弹劾总统？这就是喊喊而已。在野党立委要提案弹劾总统，面临2大挑战，其中要2/3的立委决议通过，以113席立委来看，要有76席的立委决议通过。不过立委有51席，恐惊是一个难关。所来就是目前大法官敢若8个人，不过弹劾案要成立，其中一个条件就是同意人数袂使比9个人较少，这原来是这项条件。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好，看到这行政院长杜英台唔付出新版的财违法，立法院拿白定案呢，除了谴责以外，也邀请监察院甲弹劾。今仔日杜英台咧甲监察院报告的时阵，伊特别强调讲，其实唔付出呢是高不离中的做法，所以呼吁调查赶紧登来讨论宪政的体制。唯有暂时让它没有办法生效，所以不予附属，是现在穷尽各种救济方式当中不得不的作为，但也同时引起很多的宪政秩序的讨论，我觉得我们都欣然面对。但是我要强调的是，依照宪法第37条所做的不予复议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最终目的是希望能够回归到宪政秩序理性讨论的这个领域当中来。只要能够回归到中华民国宪法跟增修条文所列的所有宪政机关，整个国家中央跟地方机关当中，能够依照法律秩序来、宪法秩序来，我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个适合解决的问题。杜英台是强调讲，这立法院呢提出的是争议性的法案，这行政院已经有想办法，想甲无办法通去想啊。若准付诸落去，安尼预算唔来会违法，行政院嘛来违法，而且佫较会造成国家财政的大负担，所以唔付诸是伊斟酌考虑过才做出来的决定。另外，要来关心的是，顶礼拜呢，这面册顶悬有出现一条军事将领发动政变来拼倒马克宏政权的假新闻，而且这条新闻呢，已经互人看1300万解。就连这非洲的友邦元首呢，嘛受到影响。去问这马克宏到底这消息是真也是假？那马克宏是强调讲这是假消息，也已经举报调查。For now, unofficial sources are describing a coup d'etat in France led by an unidentified colonel and the possible toppling of Emmanuel Macron. Live from Paris, the situation continues to develop, and as you can see, supporters of the colonel have taken to the streets. 这2条分别伫7、9和11出现伫面册的假新闻短影片，观众若无进一步查证，将有可能就互骗着啊！看起来敢若真诶新闻特派员提有媒体标示的卖句，伫埃菲尔铁塔头前表示法国发生军事政变，伊后壁毋但有规身躯拢是武装的军人出现，空中阁有军用直升机飞过去，专业的新闻摄影想要翕，拢无一定翕会到的关键镜头，因竟然拢翕到啊！搁做现场的连线报道做甲干那真诶。真的影片，无怪一个啊，就互看过1300万摆，就连非洲友邦的国家元首拢准是讲是真的，搁真烦恼，较紧用简讯去问马克宏，问讲伊即马敢有安全，敢有需要帮助。A Facebook message that said, "Dear President, what's happening in France? I'm very worried." 马克宏伫收到信息了后，一开始是感觉讲这有够含的假新闻，内容是好笑甲有趣，而且随着要求执政团队来调查，而且向面册母公司Meta来举报，要求甲这明显引起动乱的假新闻落架。但得到的回复是这无违反平台的使用规范，拒绝态调。When we have manifestly fake news that endangers public safety through destabilization, it must be possible to take them down.
这假新闻影片就安尼继续挂伫面册，一直到17载记者洪清图。马克龙前一天伫马赛参加媒体读者的座谈会时阵，特别用这个例说明严格规范所谓媒体，含有必要来禁止青少年使用社群网络的重要性。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来看这个中国字节跳动的短影音平台 TikTok 是总算达成协议啊，因要来卖超过8成的美国资产。其实美国为这件代志呢，已经讨论几多档去啊，就是为着国家安全，所以要求这字节跳动应该就要甲美国的业务甲拆出来。即马这项交易预计后个月就会当完成。偏颇资讯甲路头顶外媒19报道 ，TikTok 这篇长就受主18摆时，伫互员工的备忘录证实，母公司字节跳动已经和美国以及全球投资者签署约束性协议，要卖 TikTok 美国业务80%外的资产，通符合美国法律要求，避免伫明年1月面临禁令。根据协议，新的实体叫 TikTok USDS 有限责任合资公司，美国科技界的甲骨文私募股份公司银河加阿布达比主权财富基金 MGX 会持有15%的股份，和这间美国合资企业持有50%的股份。字节跳动的现有投资者附属机构会持有30.1%，字节跳动也是本身保留19.9%的股权。回顾这场风波为2020年川普第一任总统时期，捌以国家安全的理由想要封杀 TikTok。不过，川普伫去年竞选期间态度转变，甚至亲身使用 TikTok 来吸引少年选民。搁伫今年3月受访的时阵，表达对这项交易真有兴趣。We have a lot of interest in TikTok, and China is going to play a role. And so hopefully China will approve of the deal, but they're going to play a role. But we have a lot of interest in TikTok. 这项交易一定伫明年1月2日完成，这嘛代表困扰 TikTok 真侪年的美国国安纪律甲禁令的威胁，有希望因为新合资公司的成立暂告一段落，互1.7亿的美国用户会当继续使用这个平台。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来关心国内这经济的消息，央行呢是来宣布利率的政策是依期无变，因为这房市信用管制措施呢嘛同款无放量，不过是会互银行这存久的空间。明年开始，这银行呢不动产贷款的总量会交等于互银行内部来控管，不过逐个月就要送资料去互央行。政策利率维持不变了。央行第4季理监事会议18举行，考虑到明年国内通货膨胀可能愈温和，持续比2%搁较低，含预期明年国内经济同款稳健成长3.67%等因素，利率的政策维持未变。我们经济成长也是应该说算是不错了，明年的通膨的展望都还好，所以维持现在的利率水准呢是应该是可以的。面对第7波信用管制上路了后，房市的交易量是规个落来。央行总裁尤金良强调讲，理事长认为讲虽然有看到成效，但是佫无够满意，认为讲信用管制佫要持续。目前的做法，不管是放宽信用管制，还是互银行加一寡春秋，明年开始，银行不动产贷款的总量免达规定目标，是等待各银行内部控管。逐个月嘛是要向央行报送相关资料，央行嘛会持续专案精检。他错了，错只有1个月，所以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说这个1个月比以前的3个月都还来得及。透过我们1个月，还有就专案精简的情况，我认为就是说银行呢应该还是要 follow 我们的一个政策。我们要给市场的一个 message 呢。是认为就是说，事实上呢，我们对选择性信用管制呢，我们是没有松绑的。尤金良中心希望房市是平稳减速，不是一个剧烈调整。不过对新青案上路了后，房市交易的热度提悬，伊嘛老实讲，这对央行来讲大概是正悬。另外，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央行这摆预计是3.67%，比国内国预测机构悬正济。对台湾明年的 CPI 和核心 CPI 年增率预测是1.63%。另外，美国联准会若明年启动降利息，台湾敢会去对含对汇率的影响，尤金良安尼回应：汇率是因为你的顺差那么高，你的汇率一定是会升值，这个预期呢，不见得是对的。尤金良点出未来央行嘛是持续滚动检讨信用管制的实施成效，新台币的汇率原则上嘛是外汇市场来决定，除非汇率过度波动还是失速变动，央行会维持外汇市场的特殊。记者综合报道。
云林县传出有人呢是因为伫咧线顶交朋友煞互骗去，这对方是变讲会当帮助伊来投资这虚拟货币，要求就要当面来交300万的现金当作是本金。这警方接到消息就随赶到位，甲这车手甲掠起来，现场嘛查到300万的现金。即马专案是照诈欺甲洗钱等罪嫌移送侦办。这个穿乌衫的查甫人伫咧便利商店门口行来行去，真可疑。有一个休假的警察甲因某伫咧附近看到，用手机甲录起来。但这个可疑的车手入去被害人的车内，被进行投资金未交的时阵，互赶来现场支援的警力以现行犯抓起来。从我们警察局要到现场，我们怕来不及，所以当天这个搜证的部分是先发现这个车手人其实是我的老婆，她先帮忙拍照，然后跟我们告知车手的讯息之后，然后我们同仁到现场之后，才马上来做监控。民警团队有案必办，全时备战，休假不打烊，打诈不手软。云林警方讲，这件案件被害人进前已经被诈骗270万。接到消息讲，伊搁要在面交时阵，由于附近休假的警察伫咧现场监控，想要顺利逮捕压制这个车手，依照诈欺、洗钱、防治等罪嫌移送侦办。另外，台中最近有一个云林人免领30万，帮助一个家己讲是叙利亚军官的查甫人登来台湾。该男子编造自己于叙利亚执行任务时，被转送至泰国遭拘留，急需新台币30万元作为返台费用。本分局同仁耐心向李父说明诈骗集团惯用的手法。好佳在拢顺利阻止民众被诈骗。警方讲，真侪诈骗个案拢是先打电话惊甲你熟悉，叫你诱惑伊是啥人，这种方式来骗你。若无就是编一寡讲伊是外一个军官、工程师、医生，人伫咧国外被拘留，就要纳赎金，或者是要钱转来台湾的理由甲你骗，大家爱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林立金同时表示讲，今年6月这毕业生呢，食头路无到半冬的时间，就已经有3成6个人已经换2份头路去啊。调查起来显示讲，这甲薪水上低是有关系。根据统计呢，拄出这社会人起头的薪水平均是33000通块，这甲主计总处统计的38000，相差是真大。主要是你可以跟我讨论一下你想要算什么？算我的那个婚姻好了。25岁张小姐伫电商平台做2档歌，薪水敢若3万块，所以伊兼职学算命，经营塔罗牌低影音，真侪民众会伫网络找伊算命，一个月会当加赚2万多块。我是只有利用下班可能6点到9点的时间去经营，就是每天都会更新大众占卜图文，然后有客人喜欢的话，他们会自己来私讯我，就是会想要找我占卜。另外一位24岁谢小姐是今年拄毕业的大学生，现在当咧做山工，有饮料试饮、主持人兼展览活动的工课，一个月敢若做15工，会当赚4万至5万块。伊讲虽然工课无固定，不过比正式的头路更加好赚。因为兼职的时薪是比较高的，尤其是接活动，因为接活动就是属于比较临时的工作，他们时薪都会开比较高。那像 PG 的话，就是有400到600左右。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今年6月份毕业的毕业生已经有3成6换头路啊。进一步问换头路的原因，分别是趁少年加试看卖啊的，对薪水无满意，甲工课成就感无够，拢加做因归期甲头路实施的原因。这次调查之后，也发现说，大家呢认为应该薪资要落在39000左右。也因为如此呢，像我们这次调查也有近50%的这个新鲜人，他们会期待自己呢有一份正职工作之余，也希望自己还有一份兼职的工作。根据主计处的统计，台湾人薪水中位数是38000多块，不过拄出社会食头路人平均起头的薪水敢若33000多块，薪水收价和因其他有落差，所以有48%的少年人即马拢会兼其他的工课来做，补贴家己的收入，希望会当增加生活品质，过少年人想要过的生活。记者陈亚轩、林巧凯台北报道。另外来看，伊甸基金会这份报告，因是来成立精神疾病照顾者服务的专线，这已经有10档的时间啊，也接过2万多通的电话。因对这当中呢，发现讲目前这精神疾病的家庭是因为社区资源的支持无够，所以常在爱伫咧厝内甲病院两边安尼来来去去，所以希望政府会当强化社区的支持系统。喂，精神疾病照顾者专线，你好。
接电话志工是欣妍，伊是伊甸基金会精神疾病照顾专线志工，也是精神疾病患者的家属。因真了解这款家庭的困境，也讲出照顾小弟的过程拄到的困难。亲像做因了后无资源小接，小弟就无法度出门，也无法度和社会接触。伊也用家己的经验来陪伴其他的家属。复发又再回到医院，然后回到医院之后，出院之后又回到家，回到家又检居，就这样检居打工复发这样子，就来来回回就这样2年。这2年就是我身为家属，我跟我爸爸常常不知道他在这个时候他的病程是哪个阶段。然后他有哪一些选择？他哪里可以去哪里？除了检居或打工，然后打工他身体状况又不好。伊甸基金会成立这个专线已经10年，接过2万多通电话。对当中发现，这精神疾病照顾者上需要的是社区资源，但因为社区的资源不足，致使因着爱伫厝内和病因两边来来去去。伊甸基金会表示，希望政府会当强化社区的支持系统，未来社区的支持的服务就是能够越来越丰沛，然后让各样的服务在社区长出来后，我觉得不管是家属还是精神障碍者，他们都可以就是在社区里面过更好的生活。那医院出来以后，就有个地方是可以让他们在这里就是可以发展，然后可以跟就是一般社会大众，大家就是还是可以回归社会好好的生活。伊甸基金会和民间团体表示，虽然精神卫生法已经修法，也毋过伫政策和资源整合的部分也是有进步的空间，包括安怎申请安置的所在、后续就业的问题。民间团体呼吁政府爱整合社区的资源，重视精神疾病患者家庭伫社区内多元的需求。记者陈心彤、曾俊佑台北报道。台湾这地动有影是真侪，过去呢，这经济部是来公告台湾活动动站的分布的图，甲这动站呢分做是第1类甲第2类。也毋过监察院所指出讲，其实这第2类的活动动站呢，嘛有可能会造成大灾害，所以对经济部来提出纠正。即马经济部是回应讲，已经修正这份图，未来也袂阁再分第1类甲第2类啊。地动人来，天地拢伫摇。台湾伫板块各界所在有真侪动站，北中南各地拢捌发生地动灾情。监察院指出，经过约顺确定动站分类，甲地动渐势无关系，风险拢共款。随上1999年引起921地动的车人埔动站，嘛当年列做第2类活动动站。这种分类造成在方单位对第2类活动动站无哩注重，包括内政部2届修正发布的新版的内政规范，敢考虑第1类活动动站的近动站效应。即马这种的分类去予监察院纠正，是源头误导风灾。1万年以来的，那时候就把这种再把它分成第1类，这个只是近年资料上面的完整性，但是这样可能会被人家误解。只要是活动断层，我们都应该纳进去防灾的考量啊。经济部表示，2025年以前的版本是甲动站分做第1类、第2类。随上经济部伫2025年10月修正推出新版本，即马拍开经济部地方中心的网站，会当看到修正了后的成果。36条动站无分涉水、无分等级拢列出来。专家嘛建议考虑建筑安全，应该顶开半点。在那个第2类断层它动的话，它的实际发生的地震力会超过我们原设计的水准。站在专业的立场，我们觉得应该是做一个全面性的盘点。针对法规，内政部表示，设计规范已经登记修正。经济部嘛讲，早伫2022年透过公函、官网甲新闻稿加强说明，明确指出分类并无掌握是地动渐势，也是危险度的关键，补救演过的人捌。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的是，这屏东东港东龙宫的文富千岁，旧历11月7日，也就是明仔是伊的圣诞，逐当呢拢有真侪信徒会来甲接受。今年是照这王爷的指示，特别来举办平安宴，伫个19甲22暗呢，拢有免费提供这个食食，其中佫特别传580斤的乌鱼子，希望这个信众食着平安，嘛食着欢喜。这有迄惊食，这拢计规卡呢。甲乌鱼子切做一块一块，先互大家试食。仓库内底阁有人在斗整理。遮尔济乌鱼子是即摆担任东龙宫文富千岁祭典大总理的陈村长，按照王爷的指示传的。伊讲嘛是头摆举办平安宴的概念，免费提供来向王爷祝寿的信徒，互大家食好饱，食好平安。580斤啦，买发乌鱼子兼发了，遐6台车啦，就为
6點3杯發到10點啦。鄭春忠講，未少信徒攏會佇前一暝就提早到廟裡參拜，甚至專程趕路來燒香。文王爺特別指示愛傳物件，予信徒補充體力，所以規劃佇19、20兩天暗時，準備6台煮食的車，佇東龍宮的廟埕提供餐點。連著是的烏魚子嘛有通好食，信徒攏真期待。一定要大家都要來領，算是巫王爺獻給大家結緣的。沒有看過這種情況啊，第一次。像上烏魚子的季節嘛，其實現在價錢不低，可是甲大家攏靠這位後邊點蓋老累嘛，我覺得是很棒的事情。鄭春忠表示，逐年文王爺壽誕要到的時，伊攏會向王爺報備請示要安怎做生日，進前捌分過壽麵、煮飯湯。今年是頭擺舉辦烏魚子的平安宴，暗算上無有上千人參加，大家做伙來食好料的，替文王爺過生日。記者柯明哲，屏東報道。這寒人就是烏面臘杯的季節啦，因為呢，因來到台灣這路線，大多數攏是經過這西部的沿海地區。也毋過正10天來呢，佇個台東地區嘛有發現一寡烏面臘杯。親像這3天呢，是有民眾是發現佇個太平溪的出海口，有一隻派着這衛星發報器，甲尻環編號是12E的烏面臘杯。這也是頭一屆有互人看到烏面臘杯出現佇個台東。早起，這隻派衛星發報器的烏面臘杯，佇太平溪出海口找食的，有當時抑個得着規定的水鳥佇咧休困。這幾天有人發現，敢若是派着珠寶的這隻烏面臘杯，真濟鳥友攏走來看。這是第一次觀察到這種有發報器的哦。我也第一次觀察到。台南縣妖鳥協會講，烏面臘杯佇咧過冬向南邊飛的時陣，路線會經過台灣的西部。不過最近10年佇台東也發現幾隻，今年是第一遍看到派發報器的烏面臘杯，將要翕到伊的尻環頂頭的編號是12E，是2023年佇韓國北放的。迄當陣抑個是細隻鳥化，今年飛來台東真罕見，可能是方向影響伊飛的路線。從韓國那邊是往吹北風的話，說不定它可能直接下來。或許會比較有機會從台東這邊登陸。有一個帶衛星發報器的鳥友，那個黑皮過來，大家都很開心。它應該是很有意義啦。鳥友講，即馬太平溪拄好佇咧種地，這隻烏面臘杯有可能會互工程驚到飛走，就係趁機會趕緊來看。因我也提醒大家，點點仔看就好，唔通甲伊驚到。記者綜合報道。另外，在新北市永和這秀龍橋下的人行道呢，是有民眾來發現第2級保育類紅卡的屍體。根據這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的這研究所的了解，這屍體呢外觀是真完整，而且無外傷，所以死因要擱來調查。光藍色的帽子，那是沿那稀蘭，啊個目睭靠一臉紅色的。頂卡只啊個長尾溜攏白色的，這是台灣特有種2級保育類動物紅卡。即馬煞互人看到死佇人行道邊，現場看到人講實在傷寒，哪有可能會死佇遮？因為我的認知，我覺得藍腹鷴不可能會出現在這個海拔跟這個地方，因為它其實我覺得它就是很市中心，但是它其實看起來是算完整的，它就躺在路邊，已經是死亡的狀態。鳥類專家講，紅卡生態地大部分佇中繼海拔看葉林，也是雜林內。更加先懸，行路輕卡，咱較歹看會到。2級保育類動物藍腹鷴主要的棲地呢，就在300公尺到2300公尺中低海拔的山區。如今呢，卻在新北市區秀朗橋下被發現路殺，引發討論。很多空間，譬如說我們知道了河道，就是河道現在變成遊憩的空間，然後我們很多的交通設施，像是環快道路啊，或者是陽光公園，它其實越來越吃到山邊了。所以其實山邊的這些綠帶確實有些地方是被破壞的。鳥類專家提醒，生態地互人破壞，這陣啊都市真接野生動物的活動引起衝突，相關建設的必要性值得個思考。目前紅卡已經互人送去農業部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研究人員會確認個案狀況了後，持續送入大數據統計，了解物種的變化。如果是被車子撞到，通常會有一些傷口，它可能會流血。或者是會有一些骨折的現象，但這一隻初步的判斷其實是都沒有上述的情況。有一個可能性是它可能受到驚嚇之後飛起來去撞到玻璃。專家嘛提醒，若是拄到動物死佇路的，也會當用隨身的物品輔助，確認動物是毋是死亡，再聯絡地方市民專線甲農業單位輔助，相關單位會持續收集資訊，以利生態長遠的發展。公視新聞採訪報道。
桃园机场航海接送区呢，传出明年1月开始要来科技执法，规定是袂当停超过3分钟。其实民众呢，普遍来讲拢是真支持的，也毋过有一寡人是烦恼讲这3分钟可能是伤短啊。也那航警局是表示讲，明年1月呢是开始先来试办，4月才会正式实施。LED 看板下科技执法违规政策测试当中，桃园机场航厦接送区传出明年1月开始科技大执法，规定免停超过3分钟，按若无会开罚。大部分的民众是支持，不过有人认为3分钟伤过短，若拄到上车落车人多，行动不方便人，或者是甲外国人沟通较久，都可能被俘虏。我们一般都是客人出来，我们才会过来。如果客人已经出来，是不会太快，3分钟完全合理。会有轮椅的，3分钟不可能啊！而且你跟客人沟通，有时候他讲语言不通的时候，也会 delay 到很多时间啊。入境接送区为黄线地面写大段，甲他提供临停上车，禁止空车临停自由。航警局表示，桃园机场路份量大，甲航厦道路空间有限，常常违规停车的代志。为避免影响接机甲行车的冲突纠纷，所以就规划试办科技执法2年。因为车子很多，那你如果停太久，后面的车会进不来，然后它就会造成大塞车。本案为国际机场首创措施，科技执法设备正式启用前，将于115年1月1日起宣导3个月，不取缔告发，并于115年4月1日临时起正式启用。航警局表示，科技执法处理违规会在1月进行宣导，4月正式执法。未来若是为方便，停等超过3分钟，会全程自动翕相录影，而且开单处理。若拄到有行动不方便旅客，这因素基本上会看情形排到3分钟再发的设定。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甲公车呢，顶一站啊是甲这台语的站名加定录音，也毋过所有民众反映讲，几啊搭这地号名呢拢读唔对去，也那目前这捷运公司甲客运业者也拢赶紧来疏解。后一站凤山。捷运到站用华语、台语、客语放送站名，听起来无啥问题。不过顶一站民众坐捷运轻铁，煞听到车顶放送，甲凤山念作凤山，顶山念作顶山，互袂少在地人愈听愈介叫。香港这环境有台语老师建议，台语的语调念法变化侪，不过亲像地号名的部分，也是爱尊重在地念法较妥当。台语较特别，伊阁有所谓的文言音甲白话音，所以有时阵。你讲一定有啥物原则吼？歹势，我甲你讲，真正无迄落原则。毋过有时阵吼，咱咧讲地号名嘛，会阁牵涉着讲历史的进展。那捷运甲轻铁的台语站名，国民众掠包，高雄市区公车3名加上站也变做3名加上。其实国际公司甲高雄市公车联管会是顶一站才小煞甲台语的站名登录，想要到发音拢有错误。捷运的部分17透明已经修正，即卖大家听到的放送拢是正确的。国际表示，进前因定录音，有搁请监察院推荐的专家学者指导，针对大家建议，因会诚心接受，检讨改进。高捷公司近期会搁请咱专家重新搁检视一遍，如果含在地发音有所出入的，会改做以在地发音为主。是在今年初才接到这样子的一个指令暑假期间才开始进行的暂播的录音才刚转给业者。其实监察院对去年开始要求相关机关爱甲大众运输的站名放送改革较在地化的。虽然高捷甲市公车伫这过程中有出现重大，不过民众环境因嘛随改，展现对在地民众甲台基本的尊重。记者柯家族、柯兆勇、郭永昌报道。文化新闻界来关心的是，这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呢是来公布得奖的名单。这当中，歌仔戏国宝杨丽花的传记《如有神在》是摕到非小说类奖的肯定。另外，这金蝶奖呢是国内针对着出版设计的奖项，今年是有13本入围。这当中也包括着一本台语诗《你伫风中行来》。
台湾国宝杨丽花创造台湾食饭配电视歌戏的时代，也互台湾文化传甲世界通人知。今年国家影视厅中心规划由歌戏剧作家施如芳以传记的方式，结合上新的研究出版《如有神在》，记录杨丽花的歌戏人生和电影生涯。这本册伫咧今年的台北国际书展大奖得到非小说类奖的肯定。歌戏的节目伫主流媒体才占到一个更世事的地位。所以伫后来，咱咧找找台湾这片土地的主体性时阵，歌戏才会当容易突围，变成即马目前来公认是真有代表性的一个台湾文化的代表吼。台北国际书展大奖3个奖项，总共9位得奖者，其中7月4日摕到小说类奖。小说对七句讲对日本登台湾讲起，呈现市民议题，嘛徛伫时代变化的角度来讲死亡语言和文明等等。面对外界关注的自创台文用字，作者表示，伊嘛惊人会看无，所以书写策略是以台语讨论华语，希望读者看字去有意思感受台语的电影。以我的故乡为拿留下出来的小说，另外一部分就是写即马现在发生的代志，所以两边来对照来看卖讲，这段时间这么久过去啊，是啥物物件？为我非常重视，我感觉那珍宝，即摆那全无去。18个颁奖，也有国内出版界唯一针对出版设计来奖励金蝶奖，来颁发金银铜3个奖。今年总共有13本出版品入围，包括一本台文史《你伫风中行来》。入围的作品嘛，全部送到德国，代表台湾参加世界上水的册设计比赛。记者卢尚如、郑俊友台北报道。讲到这代理交流，来看日本京都柑仔色恶魔菊高校吹奏乐部，也有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吹奏乐部的翡翠技术。另外，阁有咱国内中景高级家己机队，昨暗呢，因是做伙伫咧西门町公开来演奏，请侪人赶紧去欣赏。穿柑仔色服装，配合轻快又阁整齐的脚步，菊高校吹奏乐部一个出场就变作是全场的焦点。12月18暗时7点40分，乐队对西门町出发沿路行，行路两边人客家甜一甜，民众摕手机啊，只是为着要甲柑仔色恶魔的魅力翕落来。那是菊高校来自日本，互人讲做是翡翠技术的东京农业大学第2高等学校吹奏乐部，这回也来到台湾，头一届甲菊高校同台演出，关东、关西2大乐团合作，互现场的气氛热烈滚滚。台湾在地高等学校同款来参加，中景高级家己机队伫2大日本吹奏乐团面头前表现也真出色。3间学校拢总326个学生组成一个超大型的队伍，一路行去到中山堂广场进行定点的演出，现场噗声、话休声直直甲催泪。第一场就是从这个游行的现场出发开始，哇，这个哨角已经吹响了台日友谊的音乐盛会。这场柑仔色恶魔甲翡翠技术的合作表演，唔但伫台北演出，接落来，阁会去到嘉义、高雄、甲屏东等地来进行交流。活动会持续到12月2日，互全台湾各地侨迷拢会当感受这场热情澎湃音乐盛会，也为台日之间留下共同难忘的青春记忆。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智库公布今年世界48个城市的竞争力的排名，这当中呢，英国的伦敦是连续14档拢摕到冠军，因为日本东京是排第2。另外，咱的台北呢是赢过洛杉矶、甲米兰等等的都市，对30名进步到第24名。ロンドン、2番東京、3番ニューヨーク、4番パリ。5番がシンガポール。日本智库公布2025年世界城市实力的排行，伦敦连续14年摕到冠军，全球城市前5名的排行，加到年过一摆并列等。日本智库公布的全球城市排行当中，在疫情之后，东京在观光、还有居住环境以及企业永续性上表现亮眼，超越纽约，成为全球第2名。文化これにつきましては3つの指標ですね。とりわけ観光地の充実度、ナイトライフ充実度、そして外国人訪問者数。
この3つがかなりスコアを上げております。日本国内有今年办世博的台版，嘛对去年的第35名一路超车到第18名。这嘛是日本的新纪念财团都市战略研究所对2008年以来，当年拢会公布的排行。根据经济、研究开发、文化交流、居住环境、交通等6大领域，分72项指标来评分。台湾的台胞是对过去10年拢伫30几名，今年第一摆入去到30以内，来到第24名，破败洛杉矶、米兰、日内瓦等城市。環境分野は昨年の20位からそれによって2位に上昇して今台北の最大の強みになっております。企業のサステナビリティ評価こちらで圧倒的な世界1位を獲得しまして、文化交流がやはり少し弱いなと。どうしても都市のスケールが非常にいい意味でコンパクト、観光スポットの数とか密度という観点で見たときに、他のロンドン、東京、ニューヨークとかいった大きな都市と比べてどうしても弱くなってしまう。研究员指出讲，面对气候变迁这课题，台北伫环境影响概念的实践是得到真高的分数。另外，半导体产业的发展嘛，带动排行升起嚟。上場株式時価総額が世界9位とそこに現れておりまして。まさにTSMC なんかも加わっている主要なわけ。排行升起嚟显示竞争力的提升，但是除了追求名次，透过各项指标的分析，更可以咱看到各城市有的强项和课题伫倒位。日本国际记者施朱豪日本东京报道。另外，再来看这奥斯卡金像奖呢，对2029年开始就要改伫网络平台 YouTube 免费来直播。1929年开始举办的奥斯卡金像奖活动，为1950年才由美国3大电视网之一的 NBC 进行头一届电视实况转播。到1975年为止 ，ABC 甲 NBC 两间电视台真侪届为对方的手里争夺转播权。1976年开始到目前，这是 ABC 独家转播的局面。合约的期限是到2028年，也就是奥斯卡奖的100年纪念。不过，这原来是 ABC 独占的重点。根据美国影艺学院甲谷歌公司17所公布的新合约，2029年至2033年这个期间，谷歌所属的影音串流平台 YouTube 会包括奥斯卡奖颁奖典礼、影星行红毯，也有下半年理事会奖等等所有相关活动，全球独家转播权。同时，所有 YouTube 使用者拢会当线顶免费观赏，独家过了10年来拍开电视机同款。洛杉矶时报的报道指出，奥斯卡奖的转播虽然在2005年达到将近几6年来的高峰，收视人口估计有1970万人，不过甲199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卡未到4000万的收视人口比起来，真正是差真济。这届转播权为传统的电视媒体转到网络串流平台，凸显电视媒体现阶段的困境。随上为 Netflix、迪士尼 Plus 等影音平台流行了后，传统电影、电视观众就一直流失。串流平台会当伫电视也甲行动装置随选随看的特性，得到真侪少年族群介意。专门开发影音串流科技的业者欧思林伊讲，观众上重视也是内容，所以传统媒体若是会当制作有特色、互人介意的内容，甚至嘛加入串流平台的领域，要伫竞争正激烈的市场占一个位，嘛毋是无可能。公司新闻，家人编译。再来看这西班牙呢，是用10天的时间来种出一种叫做红黄葡萄的新品种，即马伫市场是卖甲下叫。西班牙产菜色果子的重要产地，红年梅里亚省的市场卖这款红葡萄，外表看起来无啥物特别，改价一喙，伊的肉甲一般的葡萄无相像，亲像樱桃同款红叽叽。You can use it for fruit salad. It's a nice color for it. 这款红皮红肉新品种的葡萄，红号名做红梅葡萄，是伫墨西亚一间育种的公司开10年培育出来的，因无用基因改造，是用互相配种的方式，甲会当食的葡萄，甲结酒专用的较老的红肉品种，甲因交配。It's very manual process. Well, the proces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process of creating other table grape varieties. It starts in flowering time, in which we take pollen of a variety and we use this pollen to fecundate the flowers of other varieties. So fecundation takes place, and inside of the berries, it is creating an embryo that takes the genetic information of both parentals. So out of those embryos, we generate population of hybrid plants that have the trait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at we are looking for. So our job is to evaluate thousands of hybrids to select the best ones. 西班牙是欧洲重要的农业大国，有欧洲的菜篮甲果子园的称号。其中种葡萄的面积是世界第一，目前大约有6公顷的土地种红莓葡萄，4个月时间就会当收成。主要是小气英国，高城拢伫马300岁咧卖。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下晡晡的天气，接落来甲时间交予 AI 手机气象主播唐啊。今仔日东北季风减弱，北部甲东北部的温度小可回升。今仔日甲明仔载，南风分系转向北平，台湾各地头阁有偏雨，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半部地区部分所在，雨可能会落较粗。真多谢唐啊报气象，以上就是这则中岛新闻，感谢你的收看，下礼拜同一时间咱再相会。